OK， 这里说扑到了呢，后期的写是吧？到了呢，来吧是吧？到了呢，来吧写是吧？妈妈怀里了呢，怀了呢，搬给哪了了是吧？怀里来的是吧？搬给哪了了？搬给哪了了是吧？阿妈还是搬了都是他们来是吧？我地里的是吧？扑到妈妈怀里去是吧？你骗人了是吧？不的可能，既然怎么写读了是吧？骗了呢，怎么写吧是吧？怎么写吧是吧？怎么写吧？骗人了呢没写是吧？既然怎么写读是吧？既然怎么写读是吧？医生说记了不读是吧？医生了呢记是吧？说了呢了不写是吧？医生说记了不读是吧？我了呢写是吧？烧了呢？烧了那的，这当气管的话，烧了那气管的话，他电脑里要操把被动的锅的话，烧到了呢，操的我们这列下来就是我的脑的话，烧到了102度，度了呢，你的话，擦这个去测节这个没下面就是我的度了的话，度是吧？烧到了102度是吧？102度是吧？叫的居民你来的了呀，100是吧？叫了呀，0了那两个是吧？2是吧？你了2是吧？102度是吧？你操啊个去操这的，你的可能叫的居民你来下是吧？老师说过是吧？给那个了没有是吧？老师说过是给那个了没有是吧？人的体温是吧？人了那没写是吧？得了那体写是吧？没体温了那属于啥子的体温了是吧？体温最了呢？最了呢？好老了，最高了呢？脱血的老话的是吧？最高了呢？脱血的来就是吧？脱血的来就是吧？最高了呢？脱血的考这里来多了呢？最高了是吧？是44度是吧？米数不差这的脱血的，你是不是热了是吧？度来的，俺说的等到超这个就度来的可能，没下面度了呀，俺说的那这里来着吧？这里显示来着，这里要度了那的，或者个是被测试到的是吧？44度了的吧？是不是热来度是吧？超过了呢，测了给吧是吧？超过了那给吧，测给吧是吧？是吧？超过了那测给吧，这个是那人的低了的是吧？这个人的低些是吧？度，这个度人的低了的是吧？叫做是不是的了的是吧？是不是的？差不多，这个度数人呢？数人呢？低了的，卡账是吧？卡账来的是吧？是吧？卡账数人呢？卡账来的是吧？卡账是不是速度人呢？测给长个小了，这里呀，的数来的长个来了的话，卡长来就是长个，测来就是我的来的话，超过这个度数了呢，第一个是你是不是的常见的也也不那是了的吧？人就会死的是吧？没心人是吧？死了呢，是不是吧？人就会死的是吧？没心人是都是吧？人就会死的是没心人是吧？我已经超到俺差这等是列下来就是吧？我地里的吧？已经能等是来就是我地里的吧？我已经超到102度了是吧？但俺一个是社会差这的，你家的居民你瞧查度是吧？是吧？还是呢？不会死吗？是吧？还不会死吗？等是列差度当然行嘛，对不对？就是说，别跟那我地的话，还不会死吗？当然行嘛，对不对？就是说，第七万的话，还不会死吗？是吧？妈妈了说，妈妈是吧？妈妈想说，笑了是呢，给不给人说？给不给人说？给不给人说？傻孩子了呢？啥了呢？古巴来的吧？古巴来的吧？傻孩子了呢？古巴都嘛起得来，就是说，就能比别个那人呢，是吧？这种古巴都什么嘛当的来，就是说，什么嘛当的老了的地里啊，傻孩子了呢？古巴去来，就是说，古巴去来，就是说，老师说的是，
기겐기 라비아디 라오더와 기겐기 라비아디 스와 摄氏度 단다 딜이야 摄氏度来记当 아니 되네 华氏度来你说摄氏度的华氏度你的了第四吧多少到底摄氏度了呢第二的说给那个那边的摄氏度是说 degree Celsius 来的说因此呢 degree Celsius 来的我的是说医生说的是华氏度说到华氏度来的话还是来于你哈我们说的华氏度了呢到苏布的测节个是没事没忙着你说的说这个 degree Celsius 来的说因此给了说这个你现在我们说的还是来于你过去嘛说的华氏度到摄氏度来的你这是给的说你猜我说给了给那边的摄氏度来的人了，比如说摄氏度来的人是吧？医生说的是 MG 那边的华氏度人是吧？华氏度是吧？华氏度来的人是吧？摄氏度和华氏度是不同的，是吧？第一，你摄氏度的华氏度第一，你给机关码的是吧？机关码的是吧？不同的了呢，机关码音把老的是吧？不同的机关码音把的是吧？机关码的是吧？华氏度102度，只有摄氏38.9度是吧？华氏度亚当居民你啦说摄氏度来的，甚至说别当差不么需要嘛来了是吧？只有了呢，低马多来就是说只有了呢，但个么是马多，是吧？低马多来就是说我地的话别个那了，哦呀，你怎么回事呢？你居然看这系列是吧？怎么回事呢？你居然看这系列是吧？是吧？就看这系列是吧？小花是吧？那不对是吧？惊喜的是吧？惊喜人的地老是吧 ？surprise 了我的是吧？惊喜人的 surprise 了我的是吧？惊喜的人的，但过去的 surprise 没谁起来人嘛了，因为可当不呢可喜的什么的什么，那阿妹的没事吃当的这些也都什么，安尼个考了好的，surprise 着没谁起嘛的，但可重不着吃是吧？我的老我的是吧？是吧？惊喜的是那个，那可从这之前你看就结局了吧？那么就我的老的吧？惊喜的是吧？这是真的吗？另外那里边也是吧？俺们继续讲的是吧？这是人的地来的是吧？这是人的地来的是吧？是人的人来的是吧？这人的地气是吧？是人的人来的是吧？真的了呢？我那来是吧？真了呢？我那的是吧？真了呢？我那来的去，妈的，那去不去是吧？这是真的吗？另外那里边是吧？另外那里边是吧？那你阿美看了我了呢？当然是真的啦，是吧？当然是真的啦，当然是赢的赢来就是吧？当然是赢的赢来就是吧？赢的赢来就是吧？别个呢？当然，听我的赢的赢来就是吧？别个呢？我的是吧？听我的赢的赢来的是吧？妈妈还会骗你吗？是吧？阿妹看了怎么写信里边是了的吧？骗人的怎么写是吧？是吧？还会的呢，疼痛来说是吧？阿妹疼痛就怎么写里边来就是了我的是吧？妈妈还会骗你吗？是吧？看了怎么写里边是阿妹疼痛就怎么写里边是吧？消化不的了的是吧？高兴的笑了是吧？高兴了呢，什么？搞不清楚是吧？搞不清楚是吧？高兴的笑了，笑声给不给吧是吧？高兴的笑了，实际上吧，嘎达句你给不给是吧？我这里要高兴的笑了是吧？太好了，是 bear 或者小是吧？太好了是吧？这样我就不会死了是吧？顶着你呢，你我西马的是来说我的了是吧？顶着你呢，了就这么这样来的，顶着你呢是吧？我就不会死了，是我西马的是吧？我西马的是吧？到底第六章的东西做的是吧？对，六章的东西做的是吧？다 단대 롭젠디 나로네 키란조 고마 숨기돼야 로마 신교 고마 신교로 단이 단대 핀 졸로 마게야디 키란조 핀디 로 시원 치고 오더라 키란조 핀디 로 시원 치고 오더라 핀디 키란조 로 마시원 치되베 인수나 니 갈로 단도부터 핀 장차이 라오래 로마 신디 라데 나더라
你接了，刚一提是吧？接了样，俺下年新把这对三百样，老新闻对来的看到，但老嘛新对样新把的刚一提，其他就老糊涂了，其他就头脑的新老糊涂了。你小花子们不的人了，小花子明明节了，不精明节了，不不，老的，今晚我就是，好嘞。扑到妈妈怀里是吧？还没办法呢，他们这些说都是，是吧？他们这些说你骗人，是让怎么来读是吧？医生说我烧到102度是吧？哎你俺记我操把那个的，哎你可是来读来读了呢，要到居民你来读来读是吧？老师说过是给那个来不读是吧？人的身体最高是44度是吧？俗不可及，它就脱血的，你吸不吸这是给那个度是吧？超过这个度数是吧？第一，你长期的也不饮不呢是吧？人就会死的是吧？没吸的那度是吧？我已经超到，我到堂天下你家的居民一了那差度是吧？俗不差对的是吧？还不会死吗？当然行嘛，呗，是吧？当然行嘛，呗，是吧？妈妈给不给人是吧？小老师那给不给你？给不给人是吧？傻孩子不会去是吧？老师说的是摄氏度是吧？给了别的摄氏度来的人是吧？医生说的是华氏度，给了别的摄氏度人是吧？是吧？你俺们这那边的华氏度人是吧？俺们这考老二了呢，家都居民你热了是吧？几件一考老二了呢，搞得稀不稀热了是吧？是吧？摄氏度和华氏度是不同的，是吧？摄氏度来等华氏度来的几管码的是吧？华氏度家的居民你了是吧？你摄氏度甚至说别的差估嘛需要码的是吧？华氏度102度只有摄氏38.9度是吧？你怎么会死呢？你居然喊着起来是吧？小花惊喜的是了呢，你，到冲不俺那种是了的是吧？冲不俺那是吧？这是真的吗？是我那里边是吧？妈妈是吧？阿妹当然是真的了是吧？我那赢的赢是吧？我那赢的赢是吧？妈妈还会骗你吗？阿妹去让了怎么写诗的呗是吧？等到阿妹去了怎么写诗的呗是吧？小花高兴的笑了，小花给你搞到去给不给的是吧？太好了，这样我想说是吧？这样我就不会死了。今天那个戏码的是吧？是吧？我岁数，嗯لا嗯شيوازي 嗯，سنجو سبكي تقول تسالة的感觉怎么看着来？点38点是吧？点了呢，拼音的得一，点水的是吧？拼音的，哎呀，这个我们去过了去，第一，等你的个是的一个的马不想的了。这개민들아 통고도 아니긴 하지. 다음 쳐보시는 통고도点了那地儿是吧？点通过给这边搞对了。点了那地儿是吧？
给地的是吧？点是吧？点来的地的是吧？点，通过点来的，差来的是吧？差来的是吧？我是别个送去说给当差过来是吧？当对的那那边因素呢，是吧？呀，但新巴国嘛，真有卡多给人做了呀。给人做国嘛，真有对。两周国嘛真有没得？但这两周，张嘛国最谁？那妈妈还会爱你吗？过去那个。妈妈还会骗你吗？说。妈妈还会骗你吗？说话的说妈妈低了我是吧？哦，对的。妈妈还会骗你吗？还会了那疼痛来的是吧？是吧？阿妹疼痛去了怎么写是呗？是吧？妈妈了那阿妈记是吧？还会了那疼痛来的是吧？骗了那怎么写是吧？你了那既然写着妈了呢？记得是吧？妈妈还会骗你吗？说阿妹疼痛去了怎么写是呗？是吧？是吧？阿妹同学怎么写这边来是吧？是吧？那等那摄氏度了那的这个显示出来的了说，摄氏度了呢，这个俺这的显示出来的是吧？是吧？到华氏度来的你看我们说华氏度了那看了个，没什么其他新把角色是吧？是吧？华氏度了的你测印的是吧？华氏度了呢？但电脑了呢，长嘛落星的，落星过是吧？落星中吧，上嘛星的，星的那个让过语气的是吧？哦呀，你等这这个现实过出是，等这这个过出是，等这这个，就那个是给的过我们的哒。等你그럼 위로 얹으러 그냥 갈래요. 고수스로 이렇게 고마스. 음, 야. 带引的是吧？当然是落下引的是吧？当然是落过是吧？呀，到底轮住平的是吧？当不我落你的，俺是轮住平的是吧？今天落下引的是吧？今天落下引的是吧？小花扑到妈妈怀里，你骗人，一整手第落的，一第一第第七的奥斯曼不拉萨的是吧？第七，嗯，一声医说生。医一声生，师恩生是吧？그럼 비인상으로落星的话，师恩生是吧？这等堂不对是吧？医生是吧？说我烧多烧烧到是吧？到了呃零
002度。老师说过，人的体温最高是度。kiloda, an kiloda, 嗯，shila gar laire, 是4是吧？jula gar laire, 呃 jula ya 10来是吧？10 jula ya 40来是吧？44度是吧？连老的是吧44度。嗯，小过这个度数，度数是吧？人就会死的。我眼睛烧到002度了，还不会死吗？妈妈笑了。晒孩子，老师说的是是这是是是是是度。摄氏度是吧？是度。计生说的数话是度。是度和话是度是不同的。话是零002 102度， 102度，只有这是摄氏，摄氏。这他安吉罗大妈现在起码别下自己心嘛的，地球上的，起码找了球上的，就是找了球上的38.9， 38.9度。你这么会死呢？造化小华，小花惊喜的。惊喜的是吧？惊喜的。这是真的吗？妈，当然是真。当然，当是吧？然是真的啦。妈妈还有会，还会骗你吗？小花高兴的笑了。他花了。太好了，太好了。嗯，这样我就是吧？就就不会死了。会不会死了。死了是吧？炸弹的干个是炸弹的是吧？现在拼了心的炸弹的是吧？没到的是吧？死了是吧？呀，要不了是吧？他等这这个一些对，等这这个一些
고민도 당이但是저가 기저 고민 들어 좀바 기저 고민 들어 저가도 좀바 이게 고민도 是吧？答应的王文是吧？저가 기랑 끼 고민 들어 아니 기랑 로는 이 고마고나 단 노르교 된 투마로是吧？노르교 못는 로데나 니 기랑 경리라 아니 딘다 왕모인다是吧？저가 기랑 직전에 양 자기 교인기 때写了 거로요 왕모인다 小花嗯扑到妈妈怀里，怀里是吧？怀里。嗯你骗人！嗯医生说，看了的。医生说医生说，我烧到了102度。老师说过，说过，人的体温最高是44度，超过这个度数，人就会死的。我已经烧到102度了。还不会死吗？妈妈笑了。小孩子。老师说的是40度。医生说的是80度。40度和80度是不同的。不同的是吧？不同的。102度，只要是38.9的度。你怎么会死呢？小花惊喜的。这是真的吗？妈妈，当然是真的啦。妈妈还会骗你吗？小花高兴地笑了。太好了，这样我就不会死了。不会死了是吧？死了。呀，到底的是吧？这嘛的是吧？这嘛的是吧？这嘛落到国国上的落到。金鱼场。妈妈，前面，小花。妈妈ですか？妈妈。敲门。敲门。小花，快开门！为什么医生走后，你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睡到不像谁来着？谁都不想见呢？小花难过的，妈妈，我
这么小就要死了吗？这么小吗？这么，这么着的这着啊。这么小就要死了吗？妈妈，着急的小华，你怎么了？我进去行吗？我进去行吗？说。小华哭着，不行，我快要死了，就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吧。妈妈推开门，谁说你又死了？你只是感冒发烧，很快就会好的。小华扑到妈妈怀里，你骗人！医生说我烧到了102度。老师说过，人的体温最高是44度，超过这个度数人就死了。我已经烧到102度了，还不会死吗？妈妈笑了，傻孩子，老师说的是摄氏度，医生说的是华氏度。摄氏度和华氏度是不同的，华氏102度只有摄氏38.9度。你怎么会死呢？小华惊喜的，这是真的吗？妈妈，当然是真的了，妈妈还会骗你吗？小华高兴的笑了，太好了，这样我就不会死了。呀，第五啰嗦啊，到底啰嗦呢？